做伙跳舞。阮第一届来高雄录影哦，因为足感谢公司的吼，互阮这个机会。即届阮第一届来高雄参加这个录影表演，我嘛足希望讲，互大家感受阮四班子特别的表演的所在。因为阮的歌曲拢是写阮的生活，所以阮唱起来嘛，会互恁知影讲，阮四班子平常是啥物款的人，伫舞台是啥物种的感觉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紧来听我来唱歌。开始的时阵，我甲阮团长吼，我伫外口拄着伊做野台，伊甲我诱过来讲，要来耍看卖哦，我就含伊去拍非洲鼓。对拍非洲鼓开始，但是拍到尾啊，发现讲拍的物件拢是别人的文化，所以阮开始想讲甲阮家己用的特色啦，特色甲放入去。开始想讲要写台语、写国语，对，写阮家己的生活，安尼。穿甲花袅袅，烟斗仔送，就是我有够香。我插插咪咪伫遐，讲我543有够香。我照相拍，见到头的这阵照相打有够香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紧来听我来唱歌。因为阮团所有的人拢有因家己的工课嘛，所以大家来练团，算讲伫生活当中，找一个出口，一般来讲，咱练团是为着去要去接场啦、趁钱，但是对阮来讲，阮就是足介迄种做伙拍鼓、做伙弹音乐、做伙创作音乐，这种练团的感觉。不管未来发生啥物代志，对阮来讲，阮的团就是会一直运作下去，这就是阮四班子。当你的面头前，提出我的勇气。海比11号，走！满满幸福的爱，拢予你。